23号上午，伫咧林德区农会的信用大楼的广场，由农会来举办在地小农的市集。活动的现场虽然有落一寡小雨，不过嘛是无减社区妈妈应用热情的舞蹈来为活动游开序幕。是我们仁德区农会110年度农村幸福计划示范的第一场。那我们的主题就是火力健康在地小农市集。这是阮陈总干事伊想讲咱在地一寡农民朋友咧，因为我们台湾都是一些小农，所有的产量无介济，无介济咧，变做讲有当时要卖也无遐尼好卖，所以推动这个小农市集咧，想讲是毋是为咱在地这农民大家会当去找出一个新的经营的方式。农会举办安尼活动，希望会当提供予消费者、佮有生产者会当有一个互动、佮有交流的平台，会当透过直接的对接，消费者会当更清楚的了解在地无毒的新鲜蔬菜水果。讲这个计划如果得到大家的回响，欢迎如果真好的话是不是会当变成一个常态性的？就是讲一礼拜选择一天伫咱农会这个广场。咱在地这小农家己所生产的这有机，对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。这有机的产品呢，农产品会当摕来伫这来做一个展售。这摆活动除了会当帮助到菜农会当无受到中盘的影响，掌握家己的通路，除了会当增加收入，嘛会当带动仁德农村的生机。带来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